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为停通的时间了哦。今日永群先生要教大家是呼啦圈的运动，想放起来，屯先生来做运动的哦。今天来屯先生来做暖身运动哦。等下通常呢会着重在下半身，好，在你的脚。虽然呢会来做一点暖身，得着重在你的下半身哦。今天屯的呼啦圈不用在旁边，好，树可以不用在你的野位，好，慢慢的髋关节来做一个屈延的动作。好，来做一脚，好，仰上来，二打开来，三过来，正面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刚来弯片，同个呼啦圈边的另外一片。来做髋关节运动，重心移后，好来，慢慢的老仰起来呢，好，慢慢的走。一，仰上来，二，打开来，尽量打开你的髋关节，师傅莫扣上来哦。啊，抬头挺胸，好，三，过来中间，四，过来，停顿线上，慢慢来走。加过来中间，同个呼啦圈，不用来听哪下。好，到中间来，那呼啦圈为了冲格嘅样诶，好来做脚嘅动作，好来 V 字步，好一，扔出去呼啦圈外面，二，两只脚跟提脑背诶，三面是过来，四，可以哈。一，脑背；二，两只腳企腦背；三，一隻腳過來地背；四，好嘞，加上數，好，左右的擺動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開始哦。動作要變格嘅哦。再夹一些咯，聽唔到嘅人唔怕，慢慢嚟做，可以人聽上來喲。好，速度再不用夾哦。加油哦，挺爽哦！训练你的心肺功能，就好了哟。搞下一个动作，菱形步，一搞茶，弯片搞茶，
提底背，再过来中间，再看一摆哦。左脚扔出去，攞提外圈，右脚扔出去，左腳並底背，右腳並底背，停頓欣賞，慢慢的做，安尼從慢呢，冇緊張，安尼慢慢的學。可以哈，好，更加多中间的时间，夹上腰间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再摆试看的是哦，臀位你的菱形部夹上腰间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摆再摆，停上来，可以吗？停到慢慢的停，更加速度要变快的哦。准备速度来变快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停上來。越來越夾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聽到了嗎？好，更加來彎腳的哦，好，彎一隻腳，因為左右要協調。好，左腳練下，彎右腳開始，哈，右腳扔出去，左腳，好，右腳扔過來中間。再擺哦，可以哈，停上來哦。速度越來越快了哦。1、2、3、4，夾上腰間。1、2、3、4，夾上腰間4，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速度加快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唔好麼？停上來麼？越來越夾嘅哦。好，來過來南鋪，好，更加夾喺個動作，你嘅腳點出去哦，前點。好，那個圈外面，好，再過來，好，一樣，左腳旁邊，好，後點離開圈外，再過來中間，好，再看一擺哦，1，過來，2，旁邊，後擺。更加來彎片刺可能性，好，彎片我嘅右腳點出去，旁邊，
后背，前面，旁边，后背，前，旁，后。骨类中间，等下左片走一摆，右片走一摆，那此可能性呢，左右咯，哈，准备开始来前，旁，后弯片来前，旁，后弯片来。好，慢慢的再吞，可以拿红来，来，吸气，再做缓和，吐气。接下来，来吞先生来好新的动作哦。更加来吞先生来做暖身运动哦。将两只脚打开来，拿红的呼啦圈不用来停来，好做重心的转移。好，你的脚弓箭步，好可以加上的手来转动的呼啦圈。用的双手臀脚来做一个暖身，慢慢的做，臀线上臀下做。更加臀脚舒放来，好，扔出去，刚扔出去时，你的手可以臀呼啦圈不用扯，再数过来。好，跳拿不爱，来，跳拿，分松，下，右片，左片，好，紧跳加上你挺脚，脚臀紧跳，同下挺上来。更加来做一个踏并步，好，踏并
踏，好，然后来传统的呼啦圈。脚唔是压太高，好，腿压到差不多安尼距离，安尼高度就可以耶。慢慢的归中间，臀的呼啦圈变下来，好，企喺中间，好来做一个低压腿。跨出去圈外，一只腳企地背，做低壓腿，放到規個身側放到可以方，再下去，好，慢慢的過來彎片，做低壓腿。来，好，动的旁边，等下拿来做踏并踏勾，好，看一下哦，踏并踏，好，臀的脚压上来，好，有看到吗？压上来，踏并踏，压上来。配合你的呼啦圈，可以发了加上。速度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減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訓練你的協調哦。好，更加臀的腳用喺中間，好，更加嚟前跳、旁跳、後跳，安怎跳呢？好，可以前跳，過來像跳格嘅，啊，前面、旁邊、後背，好，前跳、旁邊、後背，好，彎片前跳、旁邊。後背，睇能欣賞同下做哦。後背，前面，旁邊，後背，好，更加像在你動作來晒嘅旁邊來，你看跳格嘅哦，以為呼啦圈格個太強，那以為呼啦圈格個細強。看你的状况，好，如果不太强的话，干都可以分2段式。好啊，像我的呼啦圈还可以，你就可以好跳过去跳格的那种，好跳跳，好，干的数跳的，边后背脚边后背数可以瞄到，听来。好，它数刚刚太，刚都分2段式，跳跳，好，先跳在中间，再来跳过去，加油哦！最明亮的，
好，此刻内心跳过去哦，骨也跳过去哦，一气呵成哦。一弯片，加油哦！八、九、10，好，归中间，穿一下。做一个低压腿，好，归中间，弯片，好，再来一个动作，像转那一片，好，侧身，双手。用来听来哈，你脚慢慢的打开来，好，再合拢来，打开，合拢来，打开来，合拢来，开，开，合，合，原背放回来。开始流汗了哦，继续跳起穿一下，前面来低压腿，弯脚，好，旁边拿出去。改的鼓，鼓在中间，嘿嘿，来做一个缓和，跳起，今日的动作好玩吗？好玩呀哈！挺通挺通，俺们下次能来了。